罢免团体昨暗伫凯德办暗会，虽然落大雨，也是有袂少的支持者穿雨满、举雨伞到现场来收听。最后现身的神秘嘉宾，就是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。伊拄甲伊的妈妈的丧事办好势，伊讲到伊甲伊的妈妈所食的最后一顿饭，是讲甲目屎甘目甜。 昨暝落雨不遮大，726投票关键时刻，罢免团体徛上凯道，人民包围警方门，嘛进到中山南路一带，民团成员轮流上台作讲，上尾阁有神秘的嘉宾上场。我失去了亲人，但是台湾是我们的母亲，我们要用这一生 来保护我们的母亲。才甲妈妈送走，民进党立委沈碧荣讲到和妈妈在上尾一顿，语气全是遗憾。6月初是我最后见我母亲一面，在那一天，我说我要答应她要去吃大餐，但就在同一天，中国的媒体开始对我铺天盖地的攻击。我在短短的2天中间，不断的回应，不断的战斗，我最后只带了我妈 吃了路边早餐店的薯条，那是我跟他的最后一餐。沈碧荣讲讲脑光啊甜甜甜，敢若阁有目屎甘伫咧目眶，破心肝讲心内火，互大卡的民众看甲片头酸酸，目屎流阁目屎滴。我个人的遗憾，那是我个人生命的伤痕，但是我们国家的遗憾，要由各位来阻挡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心有所爱， 所以，我们不想让台湾被卖。除了现任的立委徛台，阁有金马影帝陈柏基、导演王小弟、陈世杰、作家杨湘楚，含位海外飞回来的青年代表，拢来宣讲。岛上路口透风落雨，公民团体求我大家的力量，把握上尾时刻，希望大家到收听，拼赢明仔载的选举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